仔女唔返學應該點算呢？我哋早前嘅家長網上工作坊邀請咗攜程計劃嘅何憲怡姑娘同我哋分享呢個主題。第一點好重要咧，就係我哋要建立一個信任同埋支持嘅一個模式，而呢個模式係一個合作性嘅模式。我哋好希望咧，其實小朋友缺課咧，家長可以理解背後嘅一啲嘅需要啦，包括可能佢唔返學，佢面對緊嘅困難係啲咩。咁第二咧就係我哋俾一啲空間小朋友咧去慢慢調適啊，因為理解咗之後，可能背後都有唔同嘅因素影響。咁而呢一種嘅陪伴啦、理解啦，俾一啲空間同埋時間咧，讓佢去重新咧去 pick up 翻佢日常嘅一啲嘅狀況。咁第三咧就係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要相信自己嘅仔女。呢一刻佢未去到可以即係揾到個答案，咁但係要讓佢知道父母其實係唔會放棄佢，而呢一種嘅相信啦、接受啦、時間啦、陪伴啦都係好重要。